Love Kit 同來崇拜之 Achiever 第43集，信實不變的上帝。今集嘅登場人物有 Janice 姐姐、博士 Dr. K 同埋嘉嘉。大家好，歡迎嚟到 Love Kit 同來崇拜，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崇拜啊！就等我哋喺崇拜之前一齊向神祈禱。親愛嘅天父，感謝讚美你賜俾我哋永生嘅應許。聖經話，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你嘅應許從不會落空，必定實現。我哋要嚟讚頌你嘅信實，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今日嘅聖經故事入邊，有一個壞皇后想將所有猶大皇室嘅孩子都除掉，情況睇嚟好危險啊！但係神曾經應許大衛王嘅子孫要永遠坐喺皇位上，為咗唔讓呢個應許落空，神就安排咗一位勇敢嘅公主，將剛剛出生嘅小王子約阿斯偷偷藏咗喺聖殿裏面6年啊！我哋一齊進入聖經課睇下事情嘅發展。小小君王約阿斯，嗰時耶戶將以色列王約蘭殺死，做咗以色列王，又將猶大王亞哈謝殺咗。咁邊個嚟做猶大嘅王啊？亞哈謝嘅媽媽亞他利亞知道兒子死咗，就殺害所有猶大皇室嘅後裔。佢哋都係大衛王嘅後裔，有住親戚嘅關係，佢太殘忍啦。但神藉住亞哈謝嘅妹妹約示巴公主同祭司耶何耶大暗中保護咗一個小王子。亞他利亞太可惡啦，佢要殺晒所有王子。我要將約阿斯王子收喺寢室裏面，但又驚佢會發現。公主，我哋應該點做呢？我哋唔可以唔理亞他利亞嘅惡行，要暗中帶約阿斯離開皇宮。但我哋可以將佢帶去邊度呢？我哋可以將佢收埋喺耶和華嘅聖殿裏面，躲避亞他利亞嘅追殺。你呢個提議好好，我相信冇人會估到小王子原來收喺耶和華嘅聖殿入邊。公主，約阿斯王子同佢奶媽已經躲藏咗6年啦。亞他利亞呢個可惡嘅女人，竟然作王統治猶大6年啦！佢嘅勢力好大，但不滿佢嘅人都唔少。我哋要輔助王子成為新王，推翻亞他利亞嘅統治。我哋可以揾邊個嚟輔助王子啊？我要派人通知親兵同埋衛兵嘅眾百夫長到耶和華嘅殿，同佢哋立約輔助王子為王，同埋一齊喺殿裏邊起誓，然後將王子帶出嚟同佢哋見面。咁樣就照你嘅說話去做啦。祭司耶何耶大、加利人同我哋眾百夫長都嚟到殿啦，你有啲咩安排呢？各位，你哋知道亞他利亞將王嘅眾子殺死，自己作王，但係公主約示巴救咗王子約阿斯，將佢躲藏起嚟。約阿斯王子佢仲生存啊！你將佢藏喺呢一度？我哋而家要立約，我用王子登基成為新王，請王子出嚟同大家見面。願王子平安，願王子平安。而家你哋要咁樣安排，喺安息日值班嘅人1/3要守護皇宮，1/3就守護蘇爾門，1/3要留守衛兵院嘅後門。你哋要輪班把守皇宮。呢個我哋會好好安排。另外，你哋2班唔使喺安息日當值嘅人，就要守衛耶和華嘅殿，都要攞住自己嘅武器喺四周護着王，擅自闖入者都要處死。王出入嘅時候，你哋都要緊隨左右。祭司耶何耶大，我哋已經按你嘅吩咐，將守衛安排好啦。我哋嘅守衛十分嚴密，咁樣就連蚊都飛唔到入去啦。但係我哋冇能力同亞他利亞精銳嘅衛兵對抗。我哋喺耶和華嘅殿收埋咗屬於大衛王嘅矛槍同埋盾牌，而家都交俾你哋用啦。
太好啦！我哋有大衛王嘅武器，可以更有能力咁樣保護新王。就讓我帶領王子出嚟，預備登基嘅儀式啦。你睇下，所有嘅衛兵都手持兵器，由殿嘅右邊去到左邊，面向住祭壇同埋殿，圍繞住王侍立啊，非常有氣派。王子頭上面戴住皇冠，手裏面攞住約書啊。祭司更加用高高去為王，佢就係我哋要效忠嘅王。願王萬歲！願王萬歲啊！年紀小小只有7歲嘅約阿斯被擁立為王，所有人都拍掌歡呼。而因為聽到佢哋嘅歡呼聲，亞他利亞就走入去聖殿。當佢見到新王，知道自己王權不保，就激動到撕裂衣服。後來佢就喺殿外面被殺死咗。亞他利亞呢個惡人死咗啦，小王子唔使再匿埋。更重要嘅係，神愛佢，保護佢，高立佢作猶大王。大衛係猶大支派嘅，神曾經應許佢嘅後裔永遠作王。神係唔會叫佢嘅應許落空噶。主耶穌係大衛嘅後裔，佢係從猶大支派出嚟嘅，佢更係神應許嗰位永遠嘅君王啊！小朋友，我哋要感謝神，因為相信咗主耶穌，我哋都成為神嘅兒女。神係王，所以我哋都有王子同埋公主嘅身份。佢應許要保護我哋直到永遠。多謝博士 Dr. K 同埋嘉嘉。雖然壞皇后想破壞一切，但係神講過，大衛嘅家族會一直有國王。神唔會讓呢件事告吹。當時小約阿斯匿喺聖殿入邊，外面全部都係壞人嘅勢力，睇起嚟好似冇希望啦。但係保護佢嘅祭司同埋公主滿心相信神嘅應許同大能。小朋友，我哋喺生活入邊要常常禱告，相信神嘅說話，並信服遵行，咁樣就能夠大大增加我哋對神嘅信心。今日嘅金句激勵我哋要滿心相信神喺我哋身上所成就嘅應許。而家我哋一齊讀羅馬書4章21節，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羅馬書4章21節，我哋所相信嘅神係信實嘅真神，所以我哋要全心相信佢必會實現佢嘅承諾。小朋友，朗讀金句一次之後，有啲字變成一個心，並被存放喺畫面中嘅心形盒裏面。而家預備朗讀金句開始。羅馬書4章21節，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羅馬書4章21節。有啲字變成一個心啦，再被存放喺心形盒裏面，你見到嗎？常常禱告讀聖經，能夠加添我哋對神嘅了解同信心。預備朗讀金句開始。羅馬書4章21節，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羅馬書4章21節。因為大部分嘅字已經被存放咗喺心形盒裏面，所以畫面上餘下嘅字已經唔多啦。呢次我哋嘗試將金句背誦出嚟啊！預備開始。羅馬書4章21節，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羅馬書4章21節，我哋一齊唱，高唱神信實慈愛，讚頌神嘅信實。即使應許暫時未實現，亦都學習滿心相信神，因為神嘅應許係絕不落空㗎。高唱
我要高唱神大愛，用我口宣主信實到萬代。是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遠，你信實必建立天上。稱讚我要稱讚神大愛，用我口傳說主信實不變。是你的膀臂必高舉滿有力，你信實必會再四圍。你的應許是可信靠，沒有一位可比你。公義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誠實在你面前。哪一位大能者像你？地與天和其中的都歸你。你念記恩讓未會忘，慈愛永未止息。投靠你定必不羞愧。哪一位大能者像你？地與天和其中的都稱讚你。我願記恩為未會忘，常讚頌主心恩，願稱頌到永遠。阿們。高唱我要高唱神大愛，用我口宣主信實到萬代。是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遠，你信實必建立天上。稱讚我要稱讚神大愛，用我口傳說主信實不變。是你的膀臂必高舉滿有力，你信實必會在四圍。你的應許是可信靠，沒有一位可比你。公義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誠實在你面前。哪一位大能者像你？地與天和其中的都歸你。你念記恩若未會忘，慈愛永未止息。投靠你定必不羞愧。哪一位大能者像你？地與天和其中的都稱讚你。我願記恩為未會忘，常讚頌主心恩，願稱頌到永遠。阿們。崇拜結束之後，你可以上 LoveKey.hk 喺同來崇拜頁面當中下載工作字，幫助你以輕鬆嘅方式溫習今日聖經課嘅內容。今日嘅崇拜快要結束，就喺結束之前，我哋一齊祈禱啊！就等我哋一齊合上手，合埋眼，耷低頭，專心祈禱。親愛嘅天父，求你讓我哋深深明白，你係必會實現應許嘅神，即使應許暫時未見實現，但叫我哋嘅信心不致動搖。求你堅固我哋，幫助我哋仍然專心信靠你。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我哋下星期再見，歡迎繼續收睇片尾彈出嘅最新嘅影片。預訂咗我哋嘅頻道同撳個鐘仔就可以接收新片通知㗎喇。